这题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来看第一个提示，卡接片连做伙，卡接片连做伙哦，安尼连着哦。哦，来第二个提示，芳个册，芳个册连做伙，搁芳个册。哦，来，社长，社长，该是一款甜露啦，甜露买花钱，就是上生啊，哦，双胞胎买花钱。买花钱，好，来，老师，买花钱对唔对？歹势，唔对。啊！哎呦，你无机会啊！哦，这安尼你无机题完咯。会啊哦，两队咱有机会啊哦。好，嘿，要搁看提示无？哦，哦，油食粿，油食粿，油食粿哦，好，油食粿哦。来，老师，油食粿对唔对？正确。分数搁差给你。终于得到2分了。好来，厉害！咱可有看什么会提示来？你爱配合恁地盖着你啦吼。来，过来，真贵哦，嘿开始甲飞迄个，是，好来，上尾一个。爱落油鼎钱，钱过去啊，嗯吼，诶，袂歹哦，已经起码一2分啊嘿，哦。跟2分就会使进入决赛啊哦。哦，真刺激哦！包车，要包车，吼，大家拢知影包车。来，第二个提示，话真济，话真济，包车话搁真济哦。好，哦，红队，都有，都有吼，都有，出油的，都有，出油要怎出油？领队啊，领队，领队，领队，你来确定一个，确定一个，3、2、1，领队好，好，来，老师领队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你足帅的，安尼对，安尼分数啦。我加落去。容易红队得到1分咯。哦，阿里山大出，哦，阿里山大出咯。好，第二个提示，虾米？哦，肯已经有答案嘛？来，有，爱有，鸡啊，哎呦， 1、哈，鸡啊，你要确定一种，你讲鸡啊，鸡啊，哦，三位。鸡啊，鸡啊，好来，老师鸡啊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，容易得到4分咯。来，咱继续看了。嘿，来，爱说你卖食着，嘿台湾特有种，嗯，南泥网食的透明点心，是无唔对。哎呦好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吼，咱看咱总价即马几分？即马是2分，哦，啊，咱天价咧， 4分，啊，那咱空价咧， 1分。哦，所以4分啊，应该就通啊，先顶的。顶去坐啦，但是咱小问者，是，哦，来，请问摕到50万的感觉是啥货？伊若送迄肉丸，嗯，我嘛加上加送一工， 2天的霸王啊！哎呦，真好真好，大家拢好，大家拢有福利啦。对啊是，，无唔对，好来恭喜，麻烦恁请入座。哎，恭喜过关！哎，好来继续哦，第4个提示，当个泽，江个泽。哦，来第5个提示，做人千万唔通想，来，总价总价汤修，唔通想，气气啊，气气天气气什么气，？是安怎？当椰子，哦嘿，天气当个泽，哦，天气当个泽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，气气。来，老师天气对唔对？好啦，正确。再练过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来问一个，嘿即马分数是咱的总价得到，即马得到第4分咯。来咱空价咧，嘛是共款1分， 1分尔，表示讲咱的总价已经进入咱的100万决赛啊！厉害。来，
台湾话会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心肝宝贝？所以会叫你是我的什么呢 ？A. 肝莲 B. 金角啊，金仔角哦 B. 金仔角 C. 汤生丸。哦，来，您有10秒时间，请作答。是，哦，哦，咱总价奖价是9秒17，所以伊比咱的轻卡较紧，因为轻卡是9秒03，剩较少，所以恁开较济时间。哦，来，咱先问者，恁选的答案是 C， 糖酸丸，汤生丸。就甘伫嘴内，啊甜伫心内，袂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哎呦，安尼啦安尼，是，哎，咱即马换咱这边的，对，就是甜的物件嘛。是糖酸丸，无毋汤对。生丸，嗯，两边拢是安尼，比速度嘿，速度若较慢，咱就爱分数互人安尼。后悔爱较紧。嘿呀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分数加互咱的奖吧，得到第2分咯。啊，糖霜就是冰糖啦吼，有的所在讲糖霜，有的所在讲冰糖。啊，伊即摆规丸的糖霜吼，都是足甜的啦，甜不不。啊，咱含入嘴感觉足好个。这其实甲甜当做是咱心爱的物件吼，这是应该是世界通行的啦。所以外国人吼，英语讲 sweetheart， 嘛是讲甜啦吼。所以咱这糖霜丸就是甜的，所以这就是咧讲我心爱的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咱今麦抽到号码是3号。 3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四两黄啊无毒，是咧形容什么意思呢 ？A. 卖物件死伫啊价 B. 讲人唔知影家己的轻重 C. 劝人人情留一线。请作答。A、B、C 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哦，总算出现无共款的答案无嘛。共款啊！哦嘿，哦，来，您先讲恁的答案，恁的答案是 B。迄四两就是一个轻重的，嘿，所以轻重的。嘿，安尼看起来就应该是 B 啦。讲人唔知影轻重的意思啊，是。啊，不过咱这边无共款哦。对啊。来，恁选的是 A 呢？是。看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意思，就感觉讲就是，感觉讲这个，感觉是点点啊伊嘛。对，介绍拢打种硬，拢袂使唔知影变通。哦，无红春秋的意思就对啊啦。所以是要 A。是，所以恁就是选好，一边是 A， 一边是 B。刺激。咱正确的答案是 B。来分数加落去。咱今甲即马3分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讲四两黄啊无毒吼，还是讲无毒吼？迄个黄啊就是迄个切物件是咱有可能爱有一个物件甲缀咧吼，啊再摕来切。啊，迄个缀物件迄个就叫做黄啊啦。啊，你若要知迄个物件的重量吼，你要甲迄个黄啊的重量除掉以后，这是内面的真正的重量。所以咱若讲人四两黄啊无毒，讲你唔知讲你是迄个袂使算重量的物件。哦，啊你家己甲算在内，安尼你是唔知你家己的轻重。哦，哇，这物件这叫做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侏罗馆改名做今麦家己，是因为当地人帮助平定什么事件呢 ？A. 武侠事件 B. 林爽文事件 C. 朱一贵事件。来，咱请作答。好，答案两边拢是 B。哦，这就要看秒数哎，啊。秒数甲看者哦。是，咱的总价是9秒43。是，嘿啊，咱的片价，9秒17。是多一个。这边较紧。来哟。武侠甲朱一贵，对，武侠就先台条啊，朱一贵是较中部的，较我中部。高雄内蒙人，应该毋是迄甲朱毋是专岛这个范围。是，因为我是家己人。哦，我到这的香槟拢有松文。是松文。是，啊，那咱这边嘛是松文嘛。松文啊，对啊，就是林松文啊。嘿，嘿啊，就是手伤慢啊。所以讲咱手爱较紧的啦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手较慢，咱把分数搁高因啊。咱总价得到第6分咯。你这要讲了真好啦吼。
武侠伫中部啦吼，啊，这个武侠事件其实是伫日本时代发生的啦。啊，若是这个水鬼甲这个林松文拢是清朝的时代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水鬼伊是伫高雄台南遐，啊林松文这个事件都是伫咧嘉义。啊，因为这个还是平等以后，就加种因是有正义的人，有忠义的人，所以甲这个所在本来叫做猪罗，改做这个嘉义啊咧。谢谢老师。请问头家吼小解家己的产品，讲甲喙角全破，是讲这个头家安怎咧 ？A. 一喙挂香剂 ，B. 三讲四丁达 ，C. 空喙搏击。来，咱请作答。好，差这0.3尔啦，一丝丝啊尔啦，是毋过答案拢共款哦。差不多。嘿，来，咱先看问者吼，蒋家，你选的是 A。因为你着一支喙，但是你有两个字，所以敢若一直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在讲。好累累对。啦。哦，一支喙好累累的意思啦。好，啊来，咱手较慢的去庆家咧。就是头家真晓讲，嘿，啊，敢若有两支喙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